咱头早是台湾爸，伊用10年上过精壮的岁月所写出来台湾第一部上大部的大河小说，也是台湾文学一个高峰。这10年中间呢，甚至到达要自杀的地步。每工拢买菜拢是买一点仔，拢想讲明仔载唔知活得下还是活不下那种感觉。对我来讲，我龙头山写啦，这遮侪种，我无啥感觉。我注意的是啥？要安怎咧遮痛苦，遮互受欺负的所在，发现无共款种族人民的爱。写落错性的时候，我会感觉讲，我政治上我是错性，我受到压迫，我是社会上的错性。